咱台湾即马已经是超高龄社会啊，有一寡中高龄的劳工，希望因后退休或者是搁再回来食头路。就一寡企业呢，也有这优先措施帮助这寡资深的员工。劳动部伫今仔日也公布相关的参考指引，希望劳资双方会当透过协商，讨论上班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等等，互工会顺利进行。 真三粒伫剁肉，一粒就处理好啊！伫大卖场工作阿美姊啊，唔呐剁肉真厉害，整理冰柜电视的肉片，因为真有经验，真熟，一粒就整理好啊。65岁伊做甲真惯势啊，退休了后，互公司佫请倒来做。到这里面来，我的环境我通通都知道嘛，所以我很熟悉我的工作环境，所以我上班也很快乐。 过年即要到啊，卖场生意真好，更加需要有经验的员工来服务。阿美姊也希望加20年工作经验，传予少年的同事，公司已经由工作搁再设计来减轻伊的负担。为他量身定做调整一些工作的工时啊，做一些辅具啊，职务赛制系的升级，让他们可以在工作继续航行。 台湾正值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加上即阵囡仔生少，少年劳动力减少，卖酒工作找无人。中高龄劳工退休了后，因为经验真丰富，加上身体状况也袂歹，有时搁等去工作来补这劳动力无够的情形。像新报文化服务据点就会到3工介绍。如果他们想要进用中高龄的话，可以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职务是可以拆分，或者是细部是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。协商之前。 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，是先来做退休再回聘，还是说我们就继续下来，延到66岁、67岁，采哪个方式可以来先做一些讨论。劳动部特别公布中高龄继续留来工作的参考指引，强调除了原企业继续请以外，也在协商来延后退休的年龄，也是退休了后再搁请。 经由指引，头家甲劳工双方经由协商讨论工作时间、地点、内容，合意了后订定新的契约。头家也需要替中高龄劳工来投保这接载保险，并且注意职安卫生的事项，保障继续留来工作这批劳工工作会使顺利来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